这不是阿杰吗？都这么晚了，带我去见王大哥。阿杰小心！总算把熔灵丹消化掉了。看来笨蛋老虎要完全消化，还得有一会儿。带过来，跑上去！快点！怎么这么吵？都说了不要打扰。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团长，我们的目标是光头帮，为什么要把这些村民做人质啊？这样会不会太过分了？与贼人为伍，对邪恶仁慈，才是对正义最大的不公。如果这个女人不肯忏悔，就烧死她。这样做还是正义吗？这是什么发展啊？叶宵竟然出现在这儿，敌人从光头帮转变成有损团了。难道是这个世界的自我矫正？我改变了剧情，这个世界就引离出新的危机，企图把命运重新扭转回去。幸亏见了光头堡，他们攻打不进来，我只需耐心的等待笨蛋老虎醒来就好了。牢里的人听着，速速出来受擒，否则就烧死这个女人！想用这种手段诱我露面吗？敌我实力悬殊，我怎么可能这么笨，贸贸然的下去？装什么哑巴？大声喊那个王司徒出来啊！就算他喊破喉咙，我也不会下去的。我不能喊，王大哥说过，千万很关键，不能打扰他。没错，这种时候就是要暂时退避，要忍耐。一帮 NPC 罢了，不值得让我自己跳进陷阱。你喊不喊？你喊不喊？忍你个锤子！老子忍无可忍！